呢個係細路仔咧好中可以意。食肥嘅，我肥㗎。我試下先。係啦，你試下紅燒肉。哇！真係。啊，我吞咗先。真的又甜又苦啊！又甜又苦。像人生一樣。我原本咧就諗住食翻啲媽媽的味道。結果咧，美膚嘅味道。紅燒肉咧對我屋企嚟講咧，好重要。我咪同生哥你傾過，其實係。係啊，一講我唔講得呢啲喎。我明白嗱，你冇我嗰個釋懷呢種感覺。係啦，浸佢喺心中啦，喺心中啦。每次過時過節咧係好開心嘅，係。全部屋企人咧都係翻屋企食飯嘅。你講你個仔係你個核心咧，我媽媽咧係我哋核心嚟嘅。所以每一次過節咧，紅燒肉咧就係永遠都有嘅餸嚟嘅。因為我媽媽走得好突然啦，咁我都好後悔，真係翻屋企食飯嘅時間，唔係用咗好多。所以我後尾就真係喺度諗緊，哎呀，如果我多啲翻屋企食飯就好啦。如果我學識做媽媽做嘅菜，就好啦。我起碼有嗰啲嘢記得嘅，味道也好，咩都好。所以你就會覺得哇，嗰餐飯你好細個食嘅，到你30歲、40歲、50歲後，你都會記得嗰種味道。所以我屋企嘅飯係好緊要。係咯。所以我成日都同好多後生仔、好多人講，我話其實多啲翻屋企食飯啦，多啲陪屋企人啦。你日日如是翻屋企，你阿媽煮飯俾你食，你咪日日翻屋企你都食到呢餐飯先，唔一定嘅。係啊。所以其實我好驚見到紅燒肉呢碟餸。我媽媽去世的時候，我只有一天回香港，因為我在拍戲。當時我覺得我不能影響別人，然後我也沒有表現過我很不開心啊，我很需要你們的照顧啊。因為我媽媽是一個很為別人着想的人來的，所以為什麼封神榜大家說啊，你演得真的非常好啊？我說沒有用過一滴眼藥水，因為那個時候你真真實實你媽媽在醫院，你每拍一條片的時候，你那個眼淚的巴巴巴都出來了。我坐咗你3年，你6個月啦，你冇欠我，呢啲骨係我嘅，呢啲肉都係我嘅嚇，我呢一世啊，就係你阿娘啊衰仔。